李锦熙，世界化的国语 Roma 字。国语 Roma 字，在中国大众语文工具的演进的路途上，将来必定会实现这个新阶段的。虽然现在却还在汉字和注音字母合作的阶段，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努力做新阶段的实际准备的工作。现在，大家对于国语 Roma 字还有3个疑问。第一，中国的大众语文工具确实应该改用拼音文字，但是是否有采用 Roma 字母的必要呢？这个答案很简单，语言是自然的，文字符号也是自然的，到底都不是人造的。40个注音字母是人造的，推行20来年，到现在还受到很大的阻力，这可以作为失败的教训。而26个 Roma 字母已经成为世界通行的符号，大家用习惯了的，又简单又普遍，一切都不需要另起炉灶。除非中国内地的交通永远不发达，农村大众仍旧老死不相往来，事实上也都必须接触乃至学习 Roma 字母的。这就叫做自然，把中国自然的语言用这种自然的符号很自然的来拼写声调出来，这就是国语 Roma 字，这是将来自然能成功的必然性。第二，现在国家制定的国语 Roma 字拼音法式是不是适宜呢？这个答案也一样的简单，就是很自然的。你只要把握住一个观念，它就是国语的拼音文字，你马上就能够明白，它是很自然的在表现着国语最重要的声调，又很自然的在依照着 Roma 字母已经通行拼写方法的习惯。所以钱玄同先生说，国语 Roma 字声调的区别，不但很详细，拼写的方式又更是简单，可以说是考虑周到，毫无缺点的格式。我们今后也不用打着既然是经过全国最高教育机关公布，那么已经成为国定的正式拼法的这种官腔，仍然用当年纯学术的态度，愿意跟大家讨论。这里却有一个唯一的条件，就是你必须会说大众语或者是国语。你如果会说，就一定会拼音，拼写的方法最多3天就能够学会了。而对于那些还不会说国语的，正好用这种 Roma 字来学习国语，这和不认得汉字的大众学习拼音文字是一样简单的。第三，国语 Roma 字究竟要到何时才能通行？这个我早就有答复，100年也可以。但是有人说，眼前都应付不了了，怎能想到100年以后？我以为这种话就是现在中华民族堕落的总原因。中国过去的文化和一切成就，大都是由所谓的明君良相的一种100年宏图、100年的远大计划建设出来的。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，始于鸦片战争，事情发生在1839年，举个整数，距今正好100年。那时已经有人注意到海国、西洋各国。假如大家眼光远一点，来一个道光维新，那还在日本Meiji Deno 即位前30来年 ，America 南北统一前20多年，按照100年的计划进行到的现在，恐怕中国和世界列强全都要掉一个个儿。所以大计划总得做起码100年的打算。在现阶段内，要有人努力做14世纪 England 的 John Wycliffe。把 Latin 文的 Bible 翻译成为 English， 以及16世纪 Saxon 的 Martin Luther， 把 Bible 翻译成为 Deutsch。要努力做现代 Turkey 的 Mustafa Kemal， 用 Roma 字母创立 Turkey 新字母，取代以前使用的 Arabic 字母。那当然可以提早达到新阶段。具体来说，要推行国语 Roma 字，第一，需由 Kemal 下令，在某年某月某日起，全国大小各机关的公文，一律将汉字改成国语 Roma 字。第二，
全国学校一律用国语 Roma 字的课本、讲义及参考书，尤其是普通国文和本国历史2科。请问，这是不是应该在现阶段做的最迫切的准备工作？至于真正的大众，倒是很不费事的，说改就改，说做就做，因为他们反正是不认得汉字的。